为了让大家连假日来户外行行的，摆脱手机加电子产品的压力，在那和上午伫东区和平里公园陆续都有一亲子到场，要来参加泡泡派对。现场主办单位也真大心，免费准备爆米香甲饮料。一开始就让小朋友相当欢喜。主办的议员创全一到场，就甲大家做伙舞蹈、轻松动作，迎接上届期待泡泡体验，参像泡泡浴同款的情景。好的，来，请蹲下来。今天我们这个亲子派对哈，非常的快乐。其实呢，就是然后也是我跟廷飞委员，还有跟我们洪荣俊里长哈，特别一起的举办，为了呢让大家珍惜孩子们的快乐时光，然后让我们一起陪孩子成长，然后在快乐中互相的分享哈。所以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还有好几场的举办，如果没有来得及报名的，也欢迎继续追踪我们的动态。然后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本来预定100组就满额了，结果报名超过120组非常的踊跃，也感谢所有的家长们的支持。那孩子的教育是我们最优先的一个这个主张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孩子跟教育。看到泡泡起杯变化各种的造型，参像变魔术同款的趣味，让大家拢增加欢喜感。会中刘丽丹天辉嘛到场来助阵，用专业的道具制作泡泡弹来活动，其他用寓教于乐的泡泡派对，让各区的亲子拢会当来享受欢乐。会中去120组的亲子报名参加，大家都来看泡泡表演，小朋友嘛一一来体验，变化出属于家己的泡泡造型，和亲子做伙度过温馨趣味的假日。咱的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